来最近这几年来，真事件骑这个机车24点钟内久环台湾岛，有一个骑士为新北市出发，打算要环岛半年，结果骑到台中和平的山区，体力透支，加上天气热来掉沙，好佳在互巡逻的员警发现，赶紧甲载到派出所去休困。环岛的专家讲，这个机车环岛对体力是一个大考验，尤其是今年的热天特别热，穿插爱更加注意通风、防日头晒。若是为西半部出发，上好半暝天也未光就开始骑，安尼中昼就会当骑到花莲、台东，相对这个日头嘛较袂遐尼啊猛。台中和平分局的员警骑奥多摆巡逻的时阵，发现一个骑士孤伫咧路边。当时员警问查甫人敢有需要斗相共，查甫人表示无需要。结果员警巡逻结束，翻头搁来到这的时阵，查甫人也搁孤伫咧路边。员警就主动斗相共协助，将查甫人载登去派出所来休困。王男睡醒后感觉体力已恢复，刚好遇午餐时间，员警邀请王男吃顿便饭后，将其载往停车处所。查甫人参同事一人骑一台奥多摆，为新北新庄出发，环岛半年。结果骑到台中和平山区的时阵，技术体力无够，加上天气伤过烧热，头壳戆，坐伫咧路边休困。好佳在休困了后有恢复体力。因为最近流行骑奥多摆24点钟环岛，完成各6摆环岛的专家就来分享，强调一定要注意体力也有天气的状况，尤其是热人为西北部启程的时阵，上好是半暝天还未光就来出发，撇开日头上介炎的时阵，而且要定期补充水分。喝水一定要，我们像一般骑乘的话，我都抓1个半小时左右，一定要休息，没有办法防晒啊，因为你都在太阳下骑车啊。因为防晒装备基本上有通风的啊。夏天的时候，如果从中部出发，我们一定是凌晨2点到3点的时候，尽量在中午以前进入花东纵谷海边就比较舒服。啊，你如果骑在西边中午的话，哦，那肯定热。也有车友分享24内环岛的10条守则，包括提早注意路况，也有天气，精神就要有够，上好2个人以上就会出发等等，要有备用的汽油，准备提神预防日头晒的物件。若是变故状况无法度完成，嘛唔通勉强，安全上要紧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